大家早早，大家好，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欢喜吼，来到这个所在，遮甲大家三甲来见面吼。今仔日讲的主题是参我住的所在，我的故乡台南有关系。那以早这个台南这个所在，咱家号称做南营吼。所以今仔主要是进前两个迄个讲处，是参迄个语言较有关系，甲工区较有关系。今仔当然咱嘛爱夹着有文化，甲到参文学有关系的这个主题，所以我今仔我来讲这个迄个文学的物件呢吼。好，即摆来开始我先来甲迄个 PPT 叫出来吼。我的 PPT 他也无看到。有看到啊，即摆有看到画面，有看到画面，敢有看到 PPT？我这较慢淡吧，来 ，PPT 我 PPT 有看到吼。喂，看了我第一啊，未点有看到，无啊？看到档案，无看到无开。关尔。安尼好来，我先处理。等我一下哈。哪无做出来？好我点拍开哈。安尼有无？安尼有无？有啊，有看到啊。有。看到啊，看到帅哥老师。好，咱今仔非常欢喜，甲大家三甲见面啦吼。安尼拄仔进前，恁伫遐咧开讲迄阵吼，都有一部分的学生甲朋友吼，讲是毋是咱有直播？我讲咱有直播。因为咱的名也满吼，因为伫桌面上咱看到是有8个人加92个另外无伫迄影伫咱的后面上会看会到，所以加起来已经超过100个啊吼。所以有一部分人在咧看直播安尼啦吼。所以咱甲大家较早吼，所以较早就啥？较早来就食有饭啦吼，较早来就分有面安尼就对啦吼。好，非常感谢各位吼。好，咱知影讲，咱顶两个讲处拢讲到参语言较有关系。我今仔要讲文学，当然这文学是咱迄个用台语写的吼。好，这个名叫做故乡上水，本也叫南营书写。这个南营是指台南的意思啦，指台南的意思吼。当然伊的典故，咱淡仔咱就无必要搁做一个说明安尼吼，咱若有机会较来讲其他。好，今仔日文学内底要啥要讲文学，咱所有的语言发展到一个坎站了后，一定要有文学的书写。因为文学是一个文字语言的一个结晶吼。所以这咱较有法度永远流传落去。你共款咱的英语英国若无莎士比亚Shakespeare当然伊即个嘛有 Shakespeare 伫个，所以伊的语言甲伊的文化伫咱保持较久。咱毋茫讲咱后界嘛是行到一步除了文学以外，所以咱今仔日搁来讲着讲要毋茫大家做伙来写作，做伙来迄个用咱的母语
来写物件，安尼咱的语言较有法度永远保存落去，安尼这是今仔要讲的一个上大的一个重点好，来。一个我简单的一个小介啦目前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学系的特聘的教授咱伫咱的迄个 PPT 看到这这是我主要的迄个工课咱青色的青色是有关伫教育部内底我所目前所担任的一个工课较重要的工课当然这是参12年国教的课纲有关系。佮参咱迄个辅导其他的即个台语文、本土语文即个工课时间有关系这是迄个，这是列淡在顶面，互大家理解咱若讲就即个部分，咱其他的朋友咱的迄个时段有兴趣的，咱当做一个交流安尼好，今仔日开始咱捌听过咱的文学大师叶绍德捌讲过讲。没有土地哪有文学？当然这个土地，咱知影讲，伊这个土地都是指台湾这个土地，这个土地，唔是讲你有一块地我就一个田，就当就有文学，唔是这个意思其实是咱的乡土，咱的故乡。所以现在我今仔日，我这个主题，要甲大家来分享讲，是要用迄个南洋的书写，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故乡，所以咱长期以前咱的教育并无注重台湾这个土地。咱的教育内底嘛，无叫你去熟悉，你逐工行搭，逐工伫遐咧生活的迄地的土地，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讲，无乡土，太会有文学。所以今仔日主要就要甲大家来分享。第二，嘛要甲大家讲请你用笔甲记起来，恁会当来书写恁家己的土地、家己的故乡，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讲你都成长过的故乡，你的感情、你的情感，才有足大一个牵连，所以你去写出来物件，较会真实的物件。咱知影讲文学作者是虚构的，毋过文学内底虚构内底，伊是表现的形式，你看到的语言，其实伊的感情是真的，所以若毋是真感情，其实迄就毋是好的文学。所以你也无乡土，你才有文学。咱徛的所在，安尼做咱的养分，你若讲用3天外地物件，其实咧大多数、绝对多数一定袂当写出着非常到达非常好的一个文学。这是咱叶绍德捌甲咱讲但我来改一个文字，无乡土太有文学。咱是咱讲咱长期有足侪有志要用母语来写文学，用母语来写诗对我来讲，用母语写诗是咧抵抗对老的一种游击战。咱即马毋是力量非常的大，咱即马拍游击游击遐就甲伊崩一下，遐就甲伊拍一下，安尼所以咱毋茫讲后界，咱会当像着英语共款，像着目前伫台湾的华语共款所以咱就用游击战，以后咱看有法度即个机会，当然好较在，咱即马国家已经发展法通过。有较好淡薄毋过有较好嘛，无一定是会成功所以我讲用母语写诗是咧抵抗对老的一个游击战当然，咱定定咧讲母语，咱嘛毋茫咱推动母语，咱嘛毋茫愈侪人来讲母语，所以讲母语是为着要抵抗向东化。咱的母语若无去，咱都毋是台湾人。咱的母语若无去，你要问你家己什么人？所以咱知影足侪族群已经拢是啥，已经是无家己的母语所以咱知影语言是会活，当然嘛是会死。这是咱爱第一点，咱爱有即个知觉的迄个啥一个观念所以咱今仔日咱在座坐咱的朋友，咱的友志，咱即个所在就是为着要抵抗被动化抵抗被动化。好当然这是我一生我家己自我的要求啦我愿意一生为着台湾来交魂咱知影讲咱的灵魂是一个稻草人，咱是空心的。过去咱遐济冬以来咱的教育无互咱来认捌咱的台湾，咱的文化，所以咱有来咱足济人感觉台湾太有文化所以这是非常对咱是非常这个悲哀的代志啦因为像以前我是拢是咧教英语。教英文
所以以前我捌去带过我的学生去美国留学1个月，1个月因咧上课当中，迄老师就讲是毋是讲咱上课以外，咱是毋是爱做报告？迄阵爱用迄阵早期佫无 PPT，毋过你只爱用海报来报告。讲你是毋是爱写恁家己故乡内底、恁国家内底有名的人、有贡献的人？结果我的学生足济写讲上几半步就上完李白、上完杜甫遐去。伊讲杜甫就是阮国家的迄所以这个物件就讲。地书甲咱变是啥？一个空心的人，咱毋知影咱家己是啥物人，所以咱今仔日学无语、吹动无语，是要甲咱的啥灵魂叫倒转来。咱无望咱成做有魂无体的一个稻草人，咱嘛无望咱是一个空心的一个人。好，今仔既然要讲到台南南营的诗歌，所以咱就来做一个小介其中基本的一个知识的人物。啥是乡土诗？但是我用上简单的，以在地的人、地景、甲生活做主要书写对象的歌诗，咱叫做乡土诗，叫乡土诗。当然，这个人、地景等，当然以地景来讲，当然伊包含着自然的景观甲人文的景观。当然定是这两个景观，自然景观甲人文的景观，伊两个是合作伙的，因为你无法度切甲离吼。所以这咱来了解啥是自然的景观。天的景观，基本的，伊是还未有人为的文化，作用的进程就存在这个景观，存在这个景色风景，咱叫做自然的景观。不过但即摆咱看来讲，100%自然的景观已经是无啥可能存在啊。咱台湾看到讲你原始的树林。除非是安尼的物件，拢无人去行踏过吼。不过在自然景观，咱有当时咱嘛看来讲，足侪物件，咱去看到有湖、有大溪，有大山，咱嘛甲当作是自然的景观。啥物货是人文的景观？人文的景观是人甲自然。他对咱自然的景观是敢若讲人还未开始，文化还未伫作用进程的景观，咱叫自然的景观啦，人文的景观，当然你无可能讲是人的问题，你甲你的环境、生活有关系，所以自然甲人为内底两个包含做伙、合作伙，所呈现出来这种的文化的这种的财产，这种咱叫做文化，人文的景观，所以咱要写咱的乡土的物件，不管是诗、乡土的小说、乡土的散文。咱就爱去自然爱去知觉着讲，有自然的景观、甲人文的景观两种好，咱若要写，咱有重点啦咱的重点当然伊基本上内底有思想、有内容，当然伊嘛有一个技巧形式的部分不过要先呼吁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要甲大家讲乡土诗的创作内底，你有想要写物件，不过你掠掉你的乡土，你家要写乡土的物件。你家渲染着伊的独特性，特别的所在是啥物物件？用特别的所在，然后你不断的扩大，甲伊混大了后，变做你心目中的文学的一个作品。你先掠着，你较会讲，交人无共款。文学创作，啥叫创作？创作就是第一摆，创作就是交人无共款，唯一的，咱叫创作。所以咱先掠着这点了后，咱要写物件，咱就较有一个焦点或者focus 在什么所在安尼当然今仔既然要讲到乡土诗，以我的例我用我的故乡，我无法度去讲你的故乡，无法度去讲其他的人的故乡，所以我用我的故乡我本身是台南市安定海寮人当然海寮人我毋是按海来的啦海寮按这个名称，大家就基本就会了解着讲这。原本就是海边当然即摆毋是伫海边毋是伫海边。好，先小介绍我的故乡是安定即摆是台南的安定区安定区以早嘛是平埔族一个其中一个社叫大家人持家弄舍大家人这个所在是较晏山墘伫基本的是伫安定甲善化。目前这个善化善化区这个所在的一个交界的一个所在这个大家人是打草行的意思
当然是伫个以早伫海边啊，所以是台江内海的其中的一个港其中一个小小的贸易港所以伊即马当然这个所在已经无存在，咱看点啦，看袂着讲咱是不是有其他即个迄落西拉雅族的人无咱即马当然汉地有法度去看着不过即个安定是伫基本上是伫曾文溪曾文溪，咱讲是台南的母亲溪即个所在伊的南边伫曾文溪伫北边伫北边当然即马以前叫做安定乡啦好即马叫安定区安定区好，伊的位置甲大家做参考一下你看伊的位置安定伫遮落来遮规个拢是台南市以早古早的台南市遮安定区伊的啥物件曾文溪就是安遮流过流过安尼OK 好当然即个所在等下会讲到佫讲了什么盐分地带汤分地带我要踮即个所在甲做一个补充，即边就是海即边台湾海峡，所以咱知影讲盐分地带就是指即个所在叫盐分地带比如西港有六个区，西港、嘉义、客家、七股、将军、北门这6个所在以早咱叫做盐分地带想讲下骹则就无盐分地带，下骹是变是府城台南市内就无甲讲其实若要讲是安遮一直到规个台南市会较靠海这边规个其实拢盐分地带佫有一个汤分地带，啥叫汤分地带？因为咱知影台南这所在是客糖种甘蔗以早种非常的济，有足济糖厂拢是这个所在，所以当时台南市内底台南的范围内底有盐分地带这个所在有汤分地带咧客糖遮的过来的迄落过来啥糖厂比如麻豆有麻豆糖厂，鲜花有鲜花糖厂等所以咱理解着讲伊当时有包含着有糖有盐的一个所在是非常迄落值得咱来思念，值得咱来观察的所在。好，来，这个台江内海，咱等下讲到台江内海台江内海就是指这个所在。好，台江内海你知影赤坎楼伫啥物所在 ？Provendia 以前的迄落普罗民族城就是赤坎楼。咱安平古堡啥物所在？安平古堡伫这个所在。所以遮规个拢台江内海所以以早遮有啥有迄落沙洲这个所在有土地所以咱知影讲迄阵郑成功要来拍荷兰迄个时阵就是按这个所在入来船按遮行就入来到遮，所以你入来到过是，所以即摆台南市的市区正市区规个以前拢是海，所以到300几栋即摆拢变做无海变做土地，所以咱讲从海送电啦从海送电，所以请我大家捌一个地势到底是安怎样来，咱看我都去欣赏着咱的迄落故乡，咱的乡土的作品。好这首其实是故乡载我返去祖陵的列车的列车这首是散文诗啦写起来亲像散文，其实是诗但这个所在咱要读诗，有咱有一个基本的观念，要读诗因为诗较短，所以咱若要读诗上好是用嘴甲念出来伊有参着迄落声音因为诗足注重着伊的旋律，无一定爱押韵，无不过伊也有旋律。好这个所在故乡载我返去祖陵的列车这是足久已经20几年前写的物件我就足简单的甲念一摆了后咱开始做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明安尼查某溪南春天的寒池，甲芳讲讲缀伫我的心肝窟啦。热天的溪埔，厚接的丝瓜，甲青油的芦笋倒咧困。秋天的芒草舞动着白色的波浪，寒天的正远有甜甜的记忆。遐是台南县安定乡一个靠查文溪南岸的小庄头，叫做海寮，是我原起头肉体的红下厝。200年前，海寮徛伫台江内海的岸边；300年前，海寮是西拉雅族狄家人社掠鱼的产园。
我敢若看到高强的查甫祖手拿长枪射梅花鹿的姿势，长长的头毛飞起来，随在南方轻轻啊洗头，也敢若听见美丽的查某祖吹着美妙的喙琴，琴声软过大江内海的波浪青光。故乡是载我肉体的列车，转去祖陵。所以咱这就甲咱的历史，又透过咱的书写，甲咱的历史、咱的文化，咱以早咱会看到风俗，甲咱在地产物甲合作伙。所以你来咱讲真紧的，你讲我的故乡生就是安尼，我嘛为我的故乡参我的感情有牵绊，我会为着我的故乡来骄傲。你就袂为着讲，人迄个啥，人的所在，因的迄个祖先有偌济有名的人，因的国家所得偌好，因的国家有足济艺术文化，咱看咱会足见笑。咱输人袂要紧，毋过咱也有志气，咱就拄咱开始来拍拼所以你看内底有讲着啥物件，有讲着闸门溪，所以咱较多咱就先甲地理形势甲大家分享一下。好，当然我这个住的所在是安定，我住的所在是海寮，所以你知影有啥物产物有西瓜，所以到有热天差不多5月、6月、7月，当然是西瓜大出的时阵，伊本身嘛是芦笋。芦笋园，当然伊早期种会较靠近海边啊，所以迄嘛是掠鱼的所在。咱知影讲古早即个整个的所在，台湾的较庄脚的所在，较产业的所在，拢有梅花鹿，拢会当掠鹿啊。所以你看，你会知影讲，咱以早咱有三文，咱古早时代咱的物件是啥物件？当然，咱佫有讲到咱的啥，咱的查甫祖，查甫祖当然。以早伫咱台南的平埔的原住民，伊生做非常的高强大汉。所以迄阵的记录内底有讲着，讲迄个记录荷兰人来到这个所在，看到咱的啥平埔的查埔的，伊讲宛然是啥是古人巨人咱知影讲即马全世界平均的生源相关的国家的人是对一个国家相关的平均是荷兰。荷兰的啥人的迄个查埔的，伊的平均。全国平均的身高是182公分，查埔的。迄阵因来到咱台湾市民，迄阵伊看咱的查埔就是那高强大汉，比因更较悬，像迄古人巨人共款。所以你知影讲咱迄阵咱的查埔做是啥？非常的迄个臃肿像人讲腹肌咱即马练腹肌练6地嘛我想咱的腹无像咱即马一大地安尼啦所以呢可能腹肌可能8地安尼所以你知影讲非常的引导非常的臃肿咱的查某祖当然是非常的水当然迄阵因爱分着啥喙琴互相咧意爱当中，迄阵当然迄阵就谈情说爱安尼好，咱来看一下第二个图。第二个图咱看到，这就是啥物件？这是当然是中国人画的物件不过咱看咱这就知影这是即摆赤坎楼这个所在这是赤坎伫这是安平古堡。你知影讲这规个是啥物件？大江内海台南市以早规个拢是海。就是伊市区的所在，市区的所在，以早咱知影讲拍郑成功咧拍啥物件？咧拍荷兰人，咱知影安平伫遮，伊即摆本地荷兰人守备伊的人员、武装的人员，拢伫这个所在咧顾。伊连讲伊安遮郑成功安遮入来，其实毋是，郑成功是安遮入来。入来了后来到遮，来到即个永康即个所在遮，入来休困一下，过来随拍啥？随拍赤坎楼。所以赤坎楼先去郑成功拍落来，拍落来了后，较慢慢拍啥？拍安平古堡。所以你情形是形势甲伊的顺序是安尼好，即摆来既然安尼开始要讲故乡的代志，就介绍着阮兜的人好，咱看着遮这是阮爸爸啦这是阮妈妈。请问我是对一个？喂？我啥物人？这个是我。这个是我。手里抱的。这个是我。手抱这是阮弟弟。这阮弟弟OK， 来。是啥？
阮厝诶啦，我诶迄个前女友啦哈，这我前女友，当然这是迄阵较早诶相片啊哈。OK， 我交前女友是国小同学，国小诶同学，佮同班诶同学，嘛是国中诶同学，嘛是同班诶同学，佮坐伫隔壁边啊哈。OK， 坐隔壁边啊哈。OK， 好，咱即个相是足久以前诶相片，我大概看到哈。好来。好这个另外一个哈，这是我甲阮前女友哈 ，OK。来，既然讲了安尼，当然先有咱到乡土内底有讲的人，人当然讲到你家己的亲情，你讲到你家己厝里的人，讲到你规个乡镇，你地方上的人，当然来讲你的景色景物，所以我暂时我先来小介绍，我的妈妈。咱知影讲咱要写作品，咱来写咱上熟悉。咱头拄讲作品一定爱真吼，感情是爱真的。你熟悉的人，你厉害的人，你内底黑白转黑白讲，其实咱嘛知影讲你这是咧骗人，啊无咧骗人，咱嘛看基本顶嘛是看会出来。好，我写阮阿母是太空人，想要用阮阿母是太空人，你就甲用一个形象。咱头讲要写乡土的物件，描写人物嘛是共款，你要掠着伊的特色是啥物件，甲别人无共款的特色。其实阮妈妈迄阵是啥？是伫迄个病院内底，伫家护病房。因为家己伊迄阵是长了肩中风所以伊无法度家己呼吸，所以爱斗上手。上手呢，就咱伫迄个玻璃看入去伊诶迄个伊诶人咱伫玻璃外口看诶，是身躯斗足侪物件啦，斗足侪物件。所以咱看起来，咱像太空人。咱算太空人安尼，所以咱就甲即个物件，甲一个形象甲掠出来，你较去描写内底的故事。伊你感觉讲，阮阿母是太空人是啥意思？为感觉讲，恁阿母是做国币的，无伊讲要做太空人。当然咱知影讲，这毋是欢喜的代志。基本上你会当做一个太空人，当然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代志。毋过这做颠倒病。咱知影讲最近昨的消息 ，The Virgin 维珍迄个啥？航空维珍集团迄个董事长Branson 伊嘛真无简单伊家己迄个做航空所以会当飞去太空当然伊飞去到120分钟会做感觉足欢喜的，讲是伊70档以来伊的愿望我阿母嘛是做太空人OK 好我先来念一下咱要念咱来做伙，咱伫你的喙内点点念，还是讲大声念嘛袂要紧老师，歹势，我叫了一个，因为你的迄个干部会当甲伊放大无？干部学员，你要求讲干部你甲伊放大，多谢你。全金无啊？毋是要麻烦你甲伊试全金无？有伫迄个下面遐我7月不来按全金无，我无法度用安尼平恁就看袂到安尼所以我只好不得个用无要紧。好，安尼了解，多谢老师。安尼会看有无？至少。有，你有较大。有。好，多谢。我有7月不来办，我才无法度处理好，来，1969年7月20日 ，Armstrong 穿太空衫排氧气筒，行伫月娘顶面，讲出惊天动地的话。虽然是我的一小步，毋过是人类的一大步。自迄阵开始，我就暗暗种一个梦，愿望做一个太空人。28年后，我的梦无不应，无定根。阮阿母煞变成太空人，嘛穿太空衫，嘛排氧气筒。月娘变做病房，伊一小步嘛无半步。免讲是一大步，即阵我搁再种一个梦，愿望阮阿母莫做太空人。你看用一个太空人做一个意象，所以意象你要去连接着啥 Armstrong。所以 Armstrong 迄阵若讲有一定的年纪的人，已经拢捌伫迄阵伫电视咧看啥一定落月球的一个画面当然咱会牵涉到即个典故、即个故事了咧，讲出讲伊迄阵伫讲是我的一小步，毋过人类一大步。你透过车内底伊的形象，阿母是伫家护病房，伊的形象咱亲像太空人。伊去讲一个啥，一小步是人一大步，毋过即摆安怎样？伊倒伫家护病房内底，所以免讲一小步嘛无半步，免伊一小步嘛无半步，免讲一大步。
即讲着我望讲当时我种一个梦细汉的时阵，望讲我会当做太空人。即摆我完全颠倒变的一个落差，讲我望讲我无爱去做太空人，即种的梦想，因为去思考着你的悲伤的代志，去思考着你互你伤心去想着阿母伫病破病倒伫病院内底，你无法度有安怎的一个帮衬，安怎的帮助的即种的悲伤。所以咱要写是足简单，咱要写一个作品嘛，免讲足复杂。不过咱第一点重点讲出来讲，你只写就人讲就是交所有你以前看过的作品拢无共款的物件，你要营造出伊有一个创意出来。好，来，伊咧等我，这毋是咧写我的前女友啦，毋写我的牵手啦，不过咱有咧当做是安尼咱头拄有讲着讲我的故乡海寮其实是伫海边啊伫水边水边你就知影讲西边就是咱的海峡，西边是大港内海所以用即个物件来书写，就去甲咱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文化，甲伊找倒转来所以伊咧等我西拉雅系列之一所以到尾我有出一本诗集，全部拢是叫做台湾拜拜全部拢咧写西拉雅系列一本诗集，全部拢写西拉雅。内底有讲出个典故，我无法度足详细，甲大家做每一个做解说不过我嘛是念者，咱看着讲古早的物件，咱个有法度看到平埔族西拉雅的语言，咱内底嘛个有看到啥物件异国的风情的物件内底，表示讲但迄个所在上本土的物件已经跟国际已经有牵连，但国际的文化已经是有啥有交往。所以呢，就较闹热。所以咱写这物件爱找着伊元素是啥元素，就是讲伊符合伊当时，佮甲咱的特色、独特的所在看写出来。安尼咱这个作品就有一定的一个较好的一个所在，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好，这个所在咱去想想来，伊咧等我，艋舺亲像钱艋舺咱知影是小船的意思啦独木舟艋舺亲像钱，射过金色的相思海，风会湿，亲像伊的喙，浸着我的面。听的汉文的哪个比较好喝啊？以金色的水面走标，伊讲马萨巴是爱情的符啊，一定爱载一船转去，阴暗伫地坡骹通甲伊配月光吞落去。我一定爱载一船转去，伊一定伫岸边。在这日点到伊的目睭，那两拍热情的火堆等我一定爱载一船转去，伊一定伫岸边，酷酷的皮肤筋骨柔软，把甜的心情开两蕊烟花等我一定爱载一船转去，音乐甲伊酿做月光。所以咱就讲了迄阵平埔族的一个文化，西拉雅族的文化。内底对着爱情、情爱，比咱较即摆来讲，颠倒是较自然，嘛较热情咱内底有看到酷酷的皮肤，其实但迄个时阵，因为咧用酷酷呀，即个思维即个语言所以你会知影讲，迄阵伫国际的贸易内底、国际的交流内底，就已经存在所以即透过即个要甲咱的历史找找倒转来。好，来咱既然我的故乡是安定海寮。所以这就是阮海寮的庄庙庄庙庄庙以前阮细汉时代拢叫做公厝啦，我毋知影讲恁称呼恁家己的庄头的庙是毋叫做公厝这个店斗叫公厝店公厝店，这以前的一个思维，即摆较少人咧讲公厝嘛，足少人听着人安尼讲啦这是思念故乡，所以咱就爱写咱的故乡。故乡内底有你的爸爸，有你的妈妈。因为时间的关系，有诶物件缩过去，就无要逐首念OK，这是我写为我的海寮来写因为阮的故乡安定基本地较无一个也无大山，无山，全部拢100%平地嘛无啥特殊的迄落文化所以就一般较袂去用讲着，所以我调工讲为我的故乡来迄落写寡物件写寡物件。我的故乡的北边是阮海寮的北边，阮叫做迄落厝后叫做后壁一条西港连做伙，有一个有名叫
栈桥、石砌桥、庄桥、晚照或细照，这是迄阵的西港大桥闸门溪。今日我就修诗来描写着我的故乡。这我嘛是有意要写我的故乡我在咱远看到闸门溪的西港大桥，西港大桥咱前一阵面试有报出我的诗这就是啥？这条就是西港大桥。这条就是西港大桥。当然，这条我古早细汉时代所看到的这个西港大桥已经是无啥共款一个模样好，这个模样当然今朝就甲大家分享分享西港大桥这个影片这个影片。金色的放音条，金色的黄昏，摕伫金色的闸门溪，马太阳轻轻啊，割出一首微微啊水。Central Polytechnic 将一百春天挂点竹牌啊，底面的头毛山远西天，飞出一只火红红。伫伊的目睭里，我切成一丛金镀红的翅膀花。这个时阵，5分车载着甜甜的镜梦，按黄昏的西港大桥喊话掠过，紫色的架花展染伫溪的两边。黄色的芽菜正咧举手，小借问。金色的溪水点点啊流远西。阮等候夜空，慢慢啊忙起来，一暝的叮叮咚咚。我已经离开故乡有数十年的历史，不过故乡的这个情景一直在我的头壳内底咧转世。我我想讲，我应该来描写我故乡，思考着我故乡的过去，思念着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亲戚踮迄个所在。故乡对我来讲是快乐的，故乡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所在。所以美丽的所在，我想我用繁文诗啊，去用春天来写，所以规个内底的色调内底有金色的，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水当然流过，水流水色，迄个物件甲做伙来描写出我当时对故乡的这种的思念。咱看到是金色的闸门溪因为内底的元素足侪啥咱若讲咱的朋友有咧注意我的作品，你知影讲我足少咧写较华丽的，咱较主流的花因为我用的物件拢总有咱在地花，所以你昨仔看到的所在有啥物件？有刺桐花，咱看到的有芥花，芥花紫花迄个啥藿香气去芽菜，这是我时常我会用着这物件来展现着咱的乡土，展现着咱的记忆，甲咱的过去的记忆，甲找倒转来我规个用金色来去做包装，金色看起来咱就变讲这是一个庄严的物件，是高贵的，咱的故乡是高贵的，咱的故乡是庄严的，咱就袂讲这是庄卡所在，所以你用的色调内底声音嘛好美，
哦，你闻到的味是啥物件？咱拢爱放咱的啥？咱的作品内底，咱的作品就会较丰富。哦，咱的作品就会较丰富。哦，所以这是咱写的一个基本点。吼，你要抓着重点，吼，抓重点也如何？好，来，咱再来看一个南营之歌。南营之歌，咱头拄讲南营是指台南的艺术。哦，台南的艺术。哦，啊，当然，按照中国的一个古早的说明讲，有一个迄个营州啦、营州啦，吼，啊，讲咱台湾是蓬莱仙岛啦，吼，啊，当然，这南营是安怎？南营其实这个名称嘛无介久啊，吼，哦，较差不多60-70档的历史咧使用，吼，啊，当然真正的源头，真正100%遗憾，这是文人伊号出来，吼，啊，南营有可能是讲啊，是营州，哦，咱迄个台湾以前叫营州。哦，啊，所以伫南边，所以用做南营。哦，啊，营州就以前就讲是先人啦，吼，哦，做先的人住的所在啦，吼，咱像咱蓬莱仙岛共款，吼，啊，你知讲咱称呼日本叫啥？叫东营嘛，哦，叫东营，吼，啊，有嘛是讲以前嘛是讲啊，南是哦，遮所以蓬莱仙岛、营州等这个所在是毋是？哦，有的人来讲是可能是日本，有的人讲可能是琉球，有的人讲可能是台湾，吼，啊，当然这是无一定。好，啊，咱即摆南营市，我用上紧的速度吼，先说明者，咱来看吼。咱看到我红字有看到无？盐分地带、糖分地带，即我讲有咸有甜的人生较有意义。哦，啊，台南当然有名的，佮有啥莲花、梅花，哦，这拢算当时咱观赏、参观、观光当时嘛，当阵行去山物有文旦山影，哦，这拢是啥？拢是台南有名的一个山物，所以讲有看有食。过来个。台南有怎文化？咱个文化有一个物件，咱个地理环境讲出来。第一段、第二段，咱家己个啥食米，哦，产物讲出来。第三段讲咱个文化，咱有新公文，哦，杨贵，哦，啊，到尾嘛，家己来唱歌，唱学落着台南，哦，这是伊个一个主调啦，哈，主调啊，哈，主调咱讲啊，要描写咱甲打出来，甲放伫心肝啦，这结构是安尼，啊，你写出来诗记了就袂记少。哦，就较袂走精安尼啦，吼 ，OK， 好，有哪共款哦？哦，放即个迄个影片，互大家看一下。南营小田。你若住台南，就爱唱南营的歌声，看地理的写诗，看糖分地带甘蔗在吐香味，有咸有甜的人生才有真意。你若来台南，就爱唱南营的歌声，看莲花变花蕊，梅花摇花天，食文旦好滋味，山影好香味，有看有食的人生才有趣味。你若捌台南，就爱唱南营的歌声。新公文来台湾，文教正开始。珍贵本土小说文学下根基，有文有诗的人生才有意义。你若住台南，就爱唱南营的歌声。你若来台南，就爱唱南营的歌声。南营这个所在，也就是我故乡。我对伊来讲，就是自细汉就踮迄个所在成长。我想我写这诗，主要是要透过这诗来娱乐，来表示我对故乡的怀念。这
拄仔讲，其实伊是我的原乡，我灵魂的一个故乡。我若亲像对到爸爸妈妈，伊所要求我，伊所甲我要的这个要求的当中安尼，所以我想讲，既然咱是游子出外去到外地，如果咱不是咱心灵的故乡，就是咱成长的故乡，所以我哋用这个角度来学乐伊。好 ，OK， 这是讲咧讲台啦。所以当然你个特殊列出来，有汤混地带、汤混的地带，有盐分的地带，有啥物特产，咱甲列出来。了，咱要书写咱的迄个主题，袂走进去。了，咱较去用咱的字卡来甲经营。安尼一首乡土的诗伊就出现。咱迄个主持人周馆长伊嘛有写学了中华的作品的诗，伊共款。甲中华内底伊的特产，伊的特色，甲伊列出来，所以伊周馆长迄首中华的歌我那真水，真好咱若有兴趣，会使迄落甲迄落周馆长讲伊的诗是袂当套一个安尼，OK， 好，来，这是有关作品，我就毋免个逐项介绍是要甲大家讲着讲，这是迄落会当迄落掠着咱写。乡土诗的一个美感落来是5分仔车，我就无要解说5分仔车即摆咱做罕得看会到啊，即观光地区咱较看着5分仔车5分仔车伫以早咱中南部尤其是南部即个所在种足侪甘蔗一般伫甘蔗阮差不多伫迄个寒天迄个所在迄个时阵较开始伫收成咱看着一车一车就是安尼后壁面车厢其实毋是车厢啦一台一台拢知拢是甘蔗拢是甘蔗共款一种情形即古早时代正伫咱的乡村咱庄开一个耕地所以即个耕地阮以前阮嘛是种田所以阮爱去收成了再去车场了后贴伫即个车台阮就去顾因为囡仔咱知影以前的囡仔无像即摆囡仔较富足生活较好有四手通食以早是无即个机会，所以足侪囡仔，甚至大人嘛会去偷抽，你也无人伫遐顾的偷抽你若讲偷抽规矩也袂要紧，有个人较贪心，抽伤济，当然就爱甲顾一下，讲毋通安尼好，这是以早一个美丽经济啦好，这个经济内底5分仔车，我淡遮我就毋免个解说啦那么咱这个物件就甲讲形式，较一个迄落较动态的物件，有声音出来，嘟嘟的声音。当然，甲即个甘蔗当做阿爸一张的银票，即嘛即个迄落银票，佫会笑出声出来，一支嘅甘蔗是一个网，咱甜甜的网，上尾即个讲风吹伫甘蔗顶歇一两只乌手，乌手的乌是糖厂的烟筒，烟筒徛踮火车头，嘟一声是糖的动咱用即个物件，咱开始有一个怀乡。有一个思乡的一个感受，就是走出来安尼好，当然咱会感觉讲，咱迄落作品有写在写故乡，这故乡内底，当然我写的故乡是南面较大所以我逐当有20几档，我拢会去田寮台南咸水镇有一个田寮遐条溪路，就去遐吟诗。有一届迄落蔡英文要竞选总统，第一任要竞选总统，阵有特别去迄个所在当然一定拄好我主持。当然，主持了，我伊迄天嘛要求伊念一首诗，伊嘛上台去念一首诗安尼当然，即首台湾诗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小者就好就免互大家免个大家迄落甲大家念互大家看解说大家听安尼讲到遮因为时间的关系，是安讲。有个人爱来研究语言，推广语言，透过教育制度来将咱语言甲伊传承落去，互伊生团。有个人是爱去做文学的部分，这拢是咱咧推动母语其中的一部分，拢是袂当有欠缺，拢是平平重要。
当然我本身我做的物件，咱起初的建构也未介好，所以也未介熟悉。所以我变逐项做，从语言的教学、语言的推广，到文学的写作，到文学的研究，甚至到咱制度的一个建构。咱的结构、课程的结构、母语师资的培养，拢全部拢爱处理。这是我的一个难度。对我来讲，我规世人要迄做这个工课内底所想到的。所以我讲我要用一生来为台湾，来对台湾来交魂就对啦。招魂，甲魂，咱的魂魄甲招倒转来，因为咱其实咱的思考内底并无台湾。咱的文化内底，咱家己对台湾并无学习到，咱的过去的培养过程无学习到，无甲咱讲到，所以咱即摆就变讲咱一生就要倒转来甲伊复兴。好，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母语复振的一个历程，对游击到制度化。第一就是咱所有人开始，拢大多数早期的前辈，拢甲自我学习体制外的推广。阮迄阵，阮的时代嘛无老师啊。咱的老师就是咱的环境，咱的社会。无讲特别讲啥物人是一定是我的老师。咱即摆咧学习，即摆都有老师啊。好，来体制做教学，佮教学的研究、语言的研究。毋定是安尼，咱佮有母语文学的创作，咱有即种的作家。我本身我家己嘛总加减写，佮文学的研究。佮落来了后，这几冬有一部分咱的幼稚应该知影讲咱10年国教的课纲在修订研修。研修当然咱即马本地是研修好势，咱讲过啊。佮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关系，咱佮倒来研修，因为咱国中甲高中要必修。所以咱即马国教的课纲还未通过即马要当咧要补的当咧补当中会过袂过的，就课心会。所以有一部分人讲恁伫课纲恁是研修课纲定啥落啥物件，毋是要经过课心会、课心大会同意，所以因会甲咱改改拆改遐改了甲因投票，要互阮过无。所以我是课纲的研修的委员，课心大会、课心委员，伊佫有课心委员要审查。即摆开始有一部分咱在座的人真关心正式师资的培育已经开始啊。这个部分我叫咱一部分的朋友奋斗到即摆差不多6档左右，正式咱较有开班，去年开始开班，有小学的师资，有中等的师资，即摆开始当然有无啥熟悉的所在，过程非常的复杂。咱周馆长有斗3工着，斗3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迄阵咧定迄阵，研议的阵，咱周委员、周馆长嘛是有组织去斗3工。这是足侪人来做的即摆落来咱就师资开课无，咱训练出来咱师资有人要开课，咱已经收了啊，证照也摕着啊，有法度去教册无？这是咱目前搁另外一部分爱处理的这部分当然我嘛会去处理那咱的幼稚有办法啦，尤其周馆长周馆长是咱的迄个领导人大家到时搁管市的教育局、教育处，咱搁去游说讲拜托。你每一个县市开挂课出来，师资的课，所以毋是讲咱这定了正式培养师资的师培法已经出来，国家语言发展法过啊，迄个10年国教课纲研究好势，就已经咱师资就已经会开课，毋是。所以这几冬来，我除了顶面讲的这3大项以外，我去各县市，我去走，利用家己的关系，去各县市的市政府、县政府，去甲伊讲是毋是恁咱拜托恁咱开1个课、2个课、3个课出来。当然到即马当然咱的效果有限啦，就是讲敢若几个县市有开课，譬如讲台北，譬如新竹、台中、甲高雄，一般拢差不多安尼。我的故乡台南，到即马一个课拢无开，因为台南的迄个母语教育做了相对来讲算上好的其中一个县市，所以感觉讲条无需要师资即马无正式的师资嘛，催送甲真好啊。叫我去拜托去台南市县政府所以甲因沟通，佮做因的委员，佮提案，咱嘛到即马为止嘛，台南市一个课嘛拢无开出来，这毋茫咱佮继续拍拼好，佮落来咱要拍拼的物件就是本土语升学，这是后壁面咱大家咱共同佮来做奋斗，这嘛是后边嘛爱奋斗，讲到是咱的迄个考试内底的考卷是有用本土语的，爱考本土语。
来过来高普课的科，高普课伊爱用爱考咱的本土语，了上尾是国际化。国际化当我谈这个所在，拢同时咧做啦，国际化当然是，即马差不多主要国际化台语的国际化，台语文学的国际化，差不多即马，咱嘛愈侪人来参与啦，目前主要参与应该拢是干那，主要是我一个啦，当然嘛愈侪人来参与，譬如咱即个名家啦，这是国际诗人歌风会，当然这是啥，在迄个遐演讲，演讲，这是名家啦，可能也是古巴国际诗歌节，我伫遐念诗，伫遐念诗。这是印度，印度伊办一个奖，印度诗歌节、世界诗歌节，但我接受着因的文学终身的贡献奖，贡献奖。这种共款，咱是印度，所以这咱爱做一多元、做一项东西，咱爱做，毋是讲做一项就法度成功啦，好，结讲着安尼，当然我来讲着讲，我呼吁几若当有一部分人咧做专门用台语写面册运动。咱毋嘛讲咱咧，既然咧做老师，既然咱对咱台语有一个望有使命，所以咱的面册是一个工具，咱会当使用。这面册咱就要用尽量用台语来写。咱茫人讲你写台语我看无，看无嘛袂要紧啊。无我朋友徛的面册，拢无人咧看，大概拢一个人咧二赞尔，嘛无可能是安尼。所以我自我2015年开始开我的面册，因为我真正就是负责开面册了时间。到尾也是为着要推广阮的戏，甲推广咱台语，所以我就2015年开始开面册。面册开落去了，对于我引用别人的文章。引用别人的大文，若无我专门我用台语写，所以到即摆为止拢无用拢全部拢用台语写，这是我的坚持，你免去讲，你看我做啊，我做厉害，我用台语咧写物件，你就是要写落去，就慢慢的影响着人，好，落来咱的拿图，咱开始，这差不多有解说过一部分我的一生内底我所做的工课，这嘛是我未来的拿图，你也知影讲，遮济项咱拢爱做。毋是干那讲争取着讲咱一礼拜2节课、3节课就成功啊，嘛毋是讲咱台语正名做台语就成功啊，这拢一定爱做，这足大的困境但迄个所在叫人写叫人做沟通咱无法度咱感觉讲咱对的，咱别人无一定认为是安尼，虽然沟通几若摆咱周委员、周馆长算讲拢参阮拢有做伙，伊有带头要。甲即个困境，甲伊讨棒，甲咱的闽南语改做台语，你嘛一直咧做，毋过无可能，迄落今仔讲问仔载就成功，咱一定不断咧做，这是啥拿度？你看卖遮个物件真济，这是拢爱做一个语言要成功，要会当生团，你遮济物件拢爱有人，每一项物件可能拢爱年久月深，每一项物件可能拢爱足济人。过来千过来万人来做的，你看我都遮成功，你看卖这是遮尔艰难的大事业啦好，最后一个建议，这嘛是我对我自我的一个要求我这个部分写的语言是1999年就写，我要唱红莲戏，拼生拼死，转来灵魂出世的所在，我的母语台语，要转来我的母语台语，到即摆为止嘛20几档迄落。过当然咱有成功的所在，毋过咱阁无满意，所以我讲，甲所有的遗憾留互我家己，甲内心，心内救赎，甲忠诚留互大地，这是我毋茫讲规世人，会当咱对无土的语言、无土的文化会拍拼，会当留我物件落来，当然。咱知影讲互相鼓励一下，咱有人写，咱会足敢讲，咱毋茫讲咱要推动咱的母语一步就到位，迄无啥可能。上近的路毋是直线，是一条弯弯翘翘的坎坷路。咱必须要有策略，必须要有智慧。什么时阵爱大步前进？什么时阵爱先停一下？什么时阵爱转一个弯？咱靠都向前行，因为咱想要无法度一步到位，就是咱的力量佫无够。佫伤细，所以咱需要着安怎弯弯翘翘安尼行，弯弯弯弯
是咱的时代，咱知影嘛。到即马为止，咱过去是专制的时代，咱并袂过。即马民主时代，咱是有一个机会，互咱当做主人，咱会当迄落甲咱要想的物件，要想的一个理想会当实现。不过民主时代的各种人声音拢有，你就无法当像专制的时代，专制者，总统要讲啥，要安怎做就安怎做，无可能。所以咱的语言，咱无可能讲，咱推动咱的母语。一条的代志啊，是理所当然的代志啊。所以你创文，就问仔载，就要安怎样？问仔载就甲咱的本土语一礼拜就要5节课啊，就要去定落去啊。这民主时代嘛是爱投票，嘛是爱举手，所以咱就需要讲去协调，需要去游说，了后人愿意投票安尼好，所以这是啥？就是毋茫讲，咱就爱坚持稳健，无冲碰。坚定向前行，咱袂使生气，袂使干那要叫人相骂相拍，迄是无路用的，因为即摆是民主时代，民主时代，咱毋茫讲迄落，咱会当继续持续。搁另外做一个广告，咱国家议员会当法通过了后，内底有规限2档来平均2档，就国家议员发展会议就爱召开，所以国家议员发展法今年已经经过通过2档啊，开始就要召开咱的会议发展会议所以7月31拜六下晡1:30到5點就要召開這召開內底就是講安怎去，因為伊嘛是用迄個啥線頂的方式，免咱即馬未公告不過你若有興趣的斟酌一下，7月31開始，你會當表示你的意見，對咱的國家議員發展法已經定了後，國家有做無？有照安尼做無？做了有事實無？咱會可以表示咱意見。總共要有8場，第一場是7月31，7月31，咱有興趣的斟酌一下，會當來迄落參與，甲你的意見提供出來安尼好，今仔日我的演講就到這，按文學講到咱的鄉土的文化，甲咱的對語言政策。甲語言的拿圖淡這個所在，甲大家做一個分享祝福大家嘛同時大家咱嘛做伙來加油多謝各位今仔日花這個時間來聽我做一個分享安尼啦好感謝各位嘛多謝咱主持人周館長多謝。